任男朋友，他家暴我；第二个是个赌鬼；第三个家暴；第四个渣男；第五个洗我。这算什么？我原生家庭重男轻女，爸爸坐牢，妈妈酗酒，我又爱上了仇人的儿子，发现原来我俩是亲兄妹。后来又发现其实不是，他劈腿了我的闺蜜，结果他俩才是亲兄妹。姑娘，是英雄救美的老套路，是流氓啊！刚我敲门没人应，看见你落水，我就赶紧结了个字吧，赶紧用体温给你保暖。啊，是我想多了。说，保险柜密码是多少？是我想少了。我失忆了，你到底是谁啊？我是财阀集团继承人，专送外卖体验生活。我想起来了，你是我的老公。你好骚啊！这爱情观也太歪了吧！歪吗？床上相遇，体温保暖，失忆脱刃，爱上反派，首富装穷，拜金主义，哪个不是当下的热搜标题？